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兄弟姊妹嘅呢？小貓骨寶嘅主人呢，就帶咗另一隻小貓返屋企，從此呢，骨寶就多咗一個妹妹啦。只不過呢，佢好唔中意呢個安排啊，於是想偷偷咁將呢個妹妹送走。究竟佢會唔會成功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骨寶的新妹妹，作者繪者張元琪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骨寶呢係一隻好幸福嘅貓嚟㗎，佢喺屋企度呢有好舒服、好好瞓嘅梳化啦，又有可以曬太陽嘅大窗台，而且仲有食唔完嘅小魚餅乾，當然仲有主人最舒服嘅按摩服務啦。有一日，主人呢就帶咗一隻小貓返屋企。佢個名呢就叫做卡豆，從今日開始呢就係骨寶嘅妹妹啦，所以呢要請骨寶好好咁照顧佢。骨寶呢就覺得自從多咗一隻小貓之後，原本舒服又好瞓嘅梳化變得好逼啊！小魚餅乾呢又會俾佢搶先食晒。連主人嘅按摩服務都變少咗啊！好彩呢，窗台就夠大，可以瞓到2隻貓。呢一日，骨寶呢諗到一個將卡豆掉咗嘅好方法。卡豆啊，我帶你去尋寶啊！骨寶係咁諗嘅。只要呢將卡豆帶到去一個比屋企更加舒服嘅地方，佢就唔會返嚟㗎喇。第二日朝頭早，主人出門返工啦，骨寶呢就趁機打開隻窗，帶卡豆出去尋寶咯。行過2條街，佢哋嚟到最近嘅藏寶地點壽司店。回轉台上面呢擺滿咗各式各樣嘅壽司，哇！有三文魚、吞拿魚、比目魚，仲有海膽添啊！好正啊！卡豆呢俾眼前嘅美食深深咁吸引住，於是乎呢，骨寶就趁機偷偷咁樣跑咗出去啦。返到屋企啦，骨寶呢自己一個人瞓喺窗台度，一邊曬太陽，一邊食晒成盤小魚餅乾，好自在啊！突然之間，有人喺出邊敲個窗喎。骨寶回頭一望，居然係卡豆返咗嚟喎。卡豆呢唔單止自己返咗嚟啊，佢仲帶咗壽司店嘅生魚片返嚟添。姐姐，呢間鋪頭啲魚呢好好食㗎。我帶多咗啲返嚟啊！我哋一齊食咯，喵！第二次尋寶旅程開始啦，佢哋搭巴士嚟到呢稍為遠少少嘅魚市場。同樣地呢，骨寶呢又係趁住卡豆唔為意嘅時候，偷偷返咗屋企。只不過呢，骨寶返到屋企冇幾耐啫，卡豆呢又會帶住啲禮物返嚟啦。姐姐，我遇到一個好善良嘅攤販啊，佢俾咗好多海鮮我哋啊，我哋一齊食咯，喵！
第3次尋寶旅程，佢哋搭咗一架開往漁港嘅小貨車，翻過一座又一座嘅山，終於抵達位於海邊嘅漁港啦。骨寶心入邊諗，今次卡島應該翻唔到嚟啦啩。翻到屋企之後，骨寶呢開開心心咁享受住一隻貓嘅日子。1個禮拜過去啦，卡島呢未曾翻屋企。2個禮拜過去啦，骨寶呢開始有啲擔心啦。於是乎呢，骨寶翻返去最後一次見到卡島嘅漁港。但係呢，到處都揾唔到卡島啊！終於呢，骨寶喺一戶人家嘅院子入邊，發現瘦咗一圈嘅卡島啊！呢度呢，冇美味嘅海鮮，亦都冇舒服嘅窗台。卡島呢，俾人綁喺破舊嘅籠子旁邊，眼金金咁望住一碗乾巴巴嘅貓糧喺度發吽哣。於是呢，骨寶將卡島帶返屋企，幫佢將污糟嘅身體舐返乾淨，並且呢喺心入邊偷偷咁決定，從今日起，佢要將卡島當成親妹妹咁嚟愛錫。小朋友啊，骨寶呢2次將卡島送走，但係卡島呢都會帶啲禮物返嚟同佢分享，用心咁愛呢一位姐姐。骨寶呢先至開始慢慢咁感受到妹妹嘅愛，最後決定將妹妹揾返嚟，互相陪伴。兄弟姊妹係爸爸媽媽送俾我哋嘅禮物，佢哋既係我哋生活嘅小伙伴，亦都係成長路上嘅好朋友。所以呢，我哋要相親相愛。小朋友啊，快啲去攬下你哋嘅兄弟姊妹啦！快啲嚟社群投票啦！好啦，故事呢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大家好啊！最近動物管理員阿忠收到一封嚟自南極嘅電郵，佢同動物園嘅動物都感到好奇怪，而且到最後佢哋嘅生活習慣更加因此而改變。究竟呢封電郵嘅內容係啲咩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動物要搬家，作者黃慧宣，繪者漢斯。我要聽日又上堂，我好中意呢個堂啊！小朋友究竟講緊咩堂？就係表達能力 up 繪本課程啦！1個鐘頭嘅 Zoom 課堂，從繪本導讀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媽咪，以多元化嘅問題同小朋友展開自然對話。呢度有一間買甜品嘅鋪。故事之後，小朋友會透過趣味練習，學習組織語言，累積句子嘅長度。佢唔應該抌垃圾落地下，咁佢應該點做啊？應該抌去垃圾桶。係，冇錯啦。有條理咁表達情緒、原因、想法等等。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好唔開心，因為俾啲敵人捉咗。兔媽媽喺邊度做緊啲咩啊？兔媽媽喺廚房度煮緊嘢食。咁啊，兔爸爸呢？爸爸就喺凳嗰度睇緊報紙。犀利喎，爸爸！每位小朋友都有充足機會開口答問題同埋練習。check 條試下。日光。不知不覺間提升5大能力。拜拜啦！小波老師，拜拜。拜拜啦！快啲加入我哋嘅課堂互動學習，提升自我表達嘅信心啦！動物園入邊嘅動物最中意嘅管理員呢，就係阿忠啦。
阿忠嘅身邊總係圍繞住好多小動物。今日動物管理員阿忠啱啱行入辦公室，就收到一封奇怪嘅電郵，一封嚟自南極嘅電郵。邊個都睇唔明呢一封嚟自南極嘅電郵喺度講緊啲乜。阿忠拗拗頭，小猴子都拗拗頭，冇辦法啦，只能夠將信送去俾皇帝企鵝睇咯。去到企鵝館，皇帝企鵝話俾大家聽：哦，南極嘅冰山融化啦，南極嘅企鵝想搬到去北極喎。大家一齊返辦公室，經過保護動物區嘅時候，被黑熊叫住咗。嘿嘿，你哋去邊啊？阿忠話俾黑熊知南極企鵝要搬家嘅事情。唔得，台灣黑熊話北極熊琴日打電話嚟話北極越嚟越熱，佢哋都想搬家喎。就咁樣，台灣黑熊就加入咗阿忠佢哋啦，一齊返辦公室寫信。經過大象爺爺屋企嘅時候，大象爺爺喺度做早操，阿忠同大象爺爺講聲早晨。你哋要去邊啊？大象爺爺聽阿忠話冰山要融化，南極企鵝同北極熊都要搬家嘅事情，就叫大家坐低聽佢講故事啦。傳說好耐好耐之前，地球呢就係俾一塊大大嘅冰塊包圍住嘅啦。咁大象爺爺嘅長毛祖先呢，就係喺遙遠嘅另一方穿越到冰原，咁啊遷徙到嚟呢一頭噶啦。後嚟呢，火山爆發，咁就令到呢啲冰塊呢就融化晒，落地呢就移動，咁啊天氣就慢慢溫暖咯。咁地球呢先變成最北邊同最南邊係冰塊，咁中間呢就變成可以俾生物居住嘅陸地同埋海洋啦。但係而家陸地都冇移動，火山又冇爆發，南極企鵝同北極熊點解要搬家啊？小猴子舉手發問。大象爺爺回答話：唉，因為地球嘅污染太多啦，再咁樣落去，我哋全部都要搬家咯。唉，大象爺爺嘆嘆氣。花栗鼠就話：但係我哋要搬去邊啊？阿忠眼睛一亮：啊，我有一個好主意啊！阿忠同動物為地球環保做咗啲乜嘢呢？啊，原來佢哋透過少用冷氣、栽種樹木、環保回收同埋減少用一次性用品，動物們都諗到好辦法啦。唔知道你有冇更好嘅辦法呢？小朋友啊，阿忠同埋動物們用咗唔同嘅方法，為減少污染出一分力。地球係我哋嘅家，呢度住咗人類以及唔同嘅動植物。為咗令呢一個家一直健康美麗，我哋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嘅力量，減少使用電器，減少垃圾，回收資源，將少少嘅力量積累起嚟，變成對地球大大嘅愛。從今日起，踏出第一步啦！地球需要你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見過白雪啊？香港係亞熱帶地區，冬天呢就唔會落雪嘅。
但係今日故事嘅主人翁小熊，佢住嘅地方一去到冬天就會落大雪。小熊落堂返屋企嘅路上，遇到有唔少需要佢幫助嘅人，究竟佢會點樣發揮助人嘅精神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暖暖的火鍋湯，作者黃美慧，繪者林月彤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布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落雪啦！小動物見到雪都興奮起嚟。放學時，雪落得仲大咗啊！同學坐小巴返屋企，而小熊呢就着住媽媽精心準備嘅毛帽、毛耳罩、圍巾、手套同埋雪靴，踏上回家嘅路程。經過鴨奶奶屋企，小熊見到冇戴帽嘅鴨奶奶喺門口度行嚟行去。佢好奇咁問：鴨奶奶，落雪啦，你喺門口度做咩啊？鴨奶奶話：唉，好凍，好凍啊！如果有毛帽，我個頭就唔會凍啦。小熊將毛帽送俾鴨奶奶，請你戴上呢頂毛帽啊！多謝你啊，小熊。哎呀，你真係個乖孩子啊！鴨奶奶從屋入邊攞咗一袋粟米送俾小熊，小熊拎住呢袋粟米繼續行。賣豆腐嘅楊爺爺騎單車經過，佢一路喺度話：好凍啊，好凍啊！如果有手套，我隻手就唔會凍噶啦。小熊追咗上去，將手套送俾楊爺爺。楊爺爺，戴咗手套，你隻手就唔會凍噶啦。多謝你啊，小熊，你真係善良嘅孩子啊！咩？楊爺爺送咗一塊大豆腐俾小熊。小熊孭住粟米同豆腐繼續行，途中佢遇到感冒嘅兔子阿姨，佢唔單止眼睛紅，鼻哥都紅埋，仲一路喺度咳添。好凍啊，好凍啊！如果有圍巾保護喉嚨，就唔會一路咳噶啦。小熊將圍巾送咗俾佢，多謝你啊，小熊，你真係一個體貼嘅小朋友啊！兔子阿姨送咗小熊3斤紅蘿蔔做謝禮，就嚟到屋企啦。小熊遇到貓媽媽同埋小花貓，小花貓一邊行一邊話：好凍啊，好凍啊！如果有耳罩，我個耳仔就唔會凍噶啦。喵！小熊將耳罩送咗俾小花貓，多謝小熊哥哥。小花貓話：多謝你啊，小熊，你真係一個好孩子啊！貓媽媽感謝小熊，並且送咗一袋魚丸俾佢。返到屋企啦，熊媽媽為佢開門。小熊一入到屋企就大聲咁話：好凍啊，好凍啊！如果有火鍋可以食，我就唔會凍噶啦。多謝你啊，小熊，你真係一個善解人意嘅好孩子，媽媽真係好開心。知道小熊將身上面保暖嘅東西全部送咗俾有需要嘅人，熊媽媽微微一笑，有咗呢啲食材呢，就可以煮火鍋啦。飲咗熱湯你就唔會凍噶啦。多謝媽媽。小熊呼嚕呼嚕咁樣飲住熱湯，
熊媽媽又開始打毛線啦。各位小朋友啊，雖然落雪嘅冬天好凍，但係心地善良嘅小熊將自己嘅物件送俾有需要嘅人，溫暖咗佢哋嘅心。而最後呢，小熊都食到一頓豐富嘅火鍋。幫助別人係一件快樂有意義嘅事，平時我哋都可以多多幫助身邊嘅人。小朋友不妨從幫助爸爸媽媽做家務、星期六幫手買旗開始，齊齊做一個熱心助人嘅好孩子啦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送過生日禮物俾屋企人或者朋友呢？白兔嘅生日就嚟到啦，佢嘅好朋友松鼠為佢準備禮物，諗咗好耐，終於呢就揾到一份特別嘅禮物喎。究竟係啲咩嚟嘅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生日禮物，原著張晉霖，改編李美華，繪者趙維明、農彩英。知道好多小朋友從 K2 開始就會密鑼緊鼓咁準備小一面試，聲小說話訓練班為大家護航。訓練班透過趣味遊戲增強詞彙同埋說話條理。喺圖一嗰度，喺個籃度上邊有蘋果，但係去到圖二呢，上邊就冇咗一個蘋果。說故事訓練提升邏輯同埋組織句子嘅能力，生活思考題練習解難同埋流暢表達。將你見到嘅嘢再講一次出嚟。啱啱喺候機室度，我見到一個人呢，就綁緊咗個袋。希望小朋友無論介紹自己、講故事，亦或同人溝通，都能夠做到有自信、有條理。歡迎加入我哋嘅課堂，一齊飛躍進步啦！松鼠同埋白兔係最好嘅朋友，每年生日嘅時候呢，都會為對方慶祝，同埋會送上生日禮物。時間過得好快啊！再過多幾日就係白兔嘅生日啦。蘿蔔送過啦，我做嘅紙風車又送過啦，美麗嘅楓葉都送過啦。今次送乜嘢好呢？今次呢，松鼠絞盡腦汁，就係諗唔到要送啲咩禮物好啊！突然之間，松鼠諗到上年秋天佢同白兔之間嘅一個秘密。佢諗到佢同白兔呢喺上年執到一個又大又靚嘅栗子，唔捨得食，就偷偷地將佢埋藏咗起嚟，等到聖誕節嘅時候再攞出嚟分享。結果呢，兩個人都唔記得咗啊！太好啦，今次一定可以俾到白兔一個大驚喜啊！松鼠越諗越開心，決定呢將粒栗子挖出嚟送俾白兔當做生日禮物。於是佢急匆匆咁跑到當初埋栗子嘅地方啦。咦，弊啦，喺邊度呢？唔記得咗埋咗喺邊度添？哎呀，邊度呢？哎呀，搵唔到嘅，點解？哎呀，估唔到經過就嚟1年，景物嘅變化多端，松鼠都認唔到埋藏栗子嘅地點啊！佢呢度聞聞，嗰度挖挖，連續揾咗好多個地方，終於確定咗當初埋藏栗子嘅地點啦。但係只不過上年嗰粒又大又靚嘅栗子已經長成咗一棵小樹苗啦，幾片翠綠嘅葉子點綴喺枝頭上面，真係好睇啦。松鼠就拗拗頭啦，哎呀，點算好呢？有啦！
松鼠心中閃過一個念頭，佢將小樹苗挖出嚟，種喺花盆度，變成咗一棵可愛嘅盆栽，作為白兔嘅生日禮物。白兔嘅生日到啦！一大清早打開道門，佢一眼呢就見到松鼠送俾佢嘅小樹盆栽。咦，仲有封賀卡添喎，上面寫住：兔仔，你仲記唔記得上年我哋秋天一齊埋藏嘅小秘密呢？佢而家已經成長到一棵小樹苗啦。而家我將我哋共同嘅甜蜜回憶送俾你啦，祝你生日快樂！你最好嘅朋友松鼠敬上。捧住小樹苗，白兔諗起同松鼠一齊挖泥土、埋藏栗子嘅情景，真係又開心又感動啊！哥哥，你做咩啊？兔妹妹見到哥哥一副陶醉嘅模樣，好好奇咁問：呢種小樹苗森林度周圍都有噶啦，做乜要嘥力氣將佢種喺個花盆度喎？No，呢個係松鼠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嚟噶。隨便咁挖啲小樹苗當生日禮物，會唔會小氣得滯啊？白兔拍咗拍妹妹個頭話：唉，妹妹，你唔明嘅啦。於是白兔將小樹苗擺咗喺佢房間個窗口度，每次當風兒吹過，樹葉發出沙沙嘅聲音，佢就會諗起松鼠，以及同佢共同度過嘅好多快樂時光啦。哇！松鼠將美好嘅回憶變成咗一棵盆栽，送俾好朋友。呢一份生日禮物實在太有心思啦！小朋友啊，準備生日禮物嘅時候呢，你都可以將回憶放入去嘅喎。例如將爸爸媽媽帶你去嘅公園畫成一幅畫，又或者一齊去沙灘玩嘅時候收集貝殼，再創作一件小手工。呢啲呢都係非常之溫暖嘅禮物嚟嘅喎。快啲嚟社群投票啦！大家鍾唔鍾意呢個故事呢？歡迎俾我 like 我哋喎。如果想繼續聽到更加多精彩嘅有聲書，可以透過贊助支持我哋嘅製作團隊啊！好啦，故事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大家好啊！小貓天天最近遇到一件好事喎。啊哈，原來佢得到咗一大袋鮮魚，不過食咗2日，佢就已經食厭咗啦。但係魚呢，就仲有好多好多。究竟佢會點樣處理剩翻低落嚟嘅一大袋魚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！一起吃最好吃。作者繪者喵姨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布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漁船靠岸啦！漁夫忙住卸下漁獲去到貨車上面，小貓天天坐喺岸邊偷睇到流晒口水，日日都喺度幻想：啊，如果可以偷偷咁樣跑入漁網入邊，就會有食唔晒嘅魚啦！漁夫開住貨車滿載而歸啦，
天天都從幻想當中醒過嚟，個肚呢就更加餓。早餐，拜拜。忽然之間，一個顛簸，神奇嘅事情發生啦！啊，貨車上面嘅一袋魚唔小心滑咗落嚟，跌咗喺岸邊嘅草叢入邊喎。嘣！天天好興奮，一下子咧就跑到去草叢嗰度一探究竟，開心咁食起魚嚟，一隻、兩隻、三隻、四隻、五隻、6隻啊！食唔落啦。天天就喺度諗啦，係啦，要唔要翻條村度同其他喵喵講呢？哎呀，冇啦，係我發現噶嘛，我要自己慢慢食。朝頭早食唔完，中午都可以食噶嘛。去到中午，天天又嚟草叢食魚啦，但係呢，就覺得呢冇朝頭早咁好食，食咗2隻就飽啦。好朋友咪咪嚟搵天天玩，發現天天個肚仔呢脹卜卜喎，問佢今日就去咗邊度啦。天天神神秘秘係都唔肯講。去到嗰日下晝，天天呢又跑到去草叢邊，發現呢幾隻烏蠅喺度飛嚟飛去，同佢搶住享用下午茶，連海鷗啊都過嚟湊熱鬧添啊！天天好激氣，係我嘅魚嚟嘅，走開啦，唔好過嚟呀！睇住啲魚周圍越嚟越多烏蠅，天天開始心急啦，想將成袋魚搬返屋企，但係佢嘅力量太細，搬唔喐啊！係，我可以返村度請其他貓咪幫手噶嘛。天天挺住佢嘅大肚子，大家睇下，我食到咁飽啊！大家決定諗辦法將啲魚孭返村入邊啦。嘿嘿，加油，大家齊心合作。因為實在太多魚啦，村入邊嘅貓咪都睇到呆晒。哇！好多魚啊！哇！多啊！天天好犀利啊！好犀利！哇，好勁啊！好犀利啊！天天好犀利啊！村裏邊嘅貓咪決定今晚舉辦一場同樂會喎。我帶魚餅乾一齊食。我準備新鮮嘅貓草。我屋企有上等嘅吞拿魚罐頭。場地布置交俾我啦。咁啊，我去廚房幫手啊。灰貓叔叔捲起衫袖，做咗一道好好味嘅紅燒魚，而橙貓阿姨呢亦都嚟幫忙喎。等我嚟做鮮魚披薩啦。黑貓伯伯都嚟露一手。咁就我嚟煲個大骨魚湯啦。花貓姐姐都搶住展現廚藝喎。哇！一道道香噴噴又美味嘅料理上台啦，你一啖我一啖，可以食到各式口味嘅料理，仲有餅乾、罐頭同埋貓草，呢個係天天從來都冇諗過嘅事情嚟噶。今日真係好開心啊！嘻嘻，果然都係一齊食最好食。小朋友啊，天天最後決定同村入邊嘅其他貓咪分享鮮魚，大家合力咁將魚搬返村入邊。天天仲因此享受到好多款魚美食添啊！比起單單食鮮魚有滋味多啦。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，其實有好多分享嘅時刻，例如同兄弟姊妹分享自己嘅零食、玩具，同好朋友分享好睇嘅故事書等等，大家一齊食、一齊玩、一齊笑，嗰份快樂比起只有自己一個人獨享更加大，係咪呢？我哋更加可以將自己有多嘅嘢送俾有需要嘅人，將自己嘅愛發放出去，呢個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分享嚟嘅喎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見到鄰居嘅時候，會唔會親切咁打招呼呢？今次故事嘅猴子弟弟同埋狗大哥就非常照顧佢哋嘅鄰居熊奶奶啦，睇下佢哋做咗啲咩好事啦。
兩個秘密，作者顏玲玉，改寫李美華，繪者陳嘉宏。中華文化小教室隆重登場啦！我哋推出一系列中國非遺手作課程，專為5至9歲小朋友設計。課程包括製作傳統花牌、迷你長洲包山、迷你醒獅獅頭、粵劇頭冠、傳統竹編線，當然唔少得製作應節嘅中秋花燈啦。課程會為小朋友講解非遺文化知識或者節日小故事，再手把手教授點樣製作以上作品，一齊投入繽紛嘅中華文化世界啦！熊奶奶、猴子弟弟同埋九大哥住喺同一條村度。有一日，熊奶奶收到封信喎，封信係住喺城入邊嘅仔寄俾佢嘅。原來熊奶奶要做嫲嫲啦，所以佢個仔希望佢能夠嚟城入邊住一段時間，幫手照顧小寶寶。熊奶奶睇完封信之後，好開心，但同時亦都好煩惱喎。佢開心嘅係自己終於抱孫啦，但煩惱嘅係佢走咗嘅話，屋企嘅工作同埋家務由邊個嚟做呢？到咗夜晚，猴子弟弟嚟探熊奶奶咯。熊奶奶話：哎呀，點算呢？今年我想種啲蘋果嘅，如果去咗城入邊嘅話，就冇辦法種啦。猴子弟弟就安慰佢咯，唔好諗咁多啦。既然你個仔需要你，你咪去幫手咯。到第二日朝頭早，九大哥又嚟熊奶奶屋企傾偈咯。真係唔好意思啦，我本身呢搭好呢啲葡萄架，諗住話種啲葡萄分俾你哋呢班好鄰居食嘅。睇嚟而家只能夠等明年咯。唔好煩惱啦，去同你孫仔玩，應該開開心心先係噶嘛。於是熊奶奶依依不捨咁離開佢住咗一輩子嘅鄉村，出發去到城入邊啦。春天到啦，九大哥見到猴子弟弟買咗好多蘋果樹苗喎，就問佢要做啲咩啦。猴子弟弟笑住咁話：呢個係秘密嚟。過咗幾日，猴子弟弟見到九大哥買咗好多葡萄苗喎，就問九大哥要做啲乜嘢啦。九大哥都笑住話：哼哼，呢個係秘密。時間過得好快啊，一年就咁過咗去啦。熊奶奶終於喺城度返咗嚟。當佢返到屋企嘅時候，好驚訝咁發現，哇！土地上面長滿咗一棵棵嘅蘋果樹喎，而且仲開滿咗粉白嘅花添。熊奶奶又發現，連葡萄藤都一片綠意，爬滿咗佢搭好嘅葡萄架喎。於是佢就問九大哥同埋猴子弟弟啦：哎呀，究竟係咩回事啊？猴子弟弟同埋九大哥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哼哼，都笑眯眯咁話：呢個係我哋嘅秘密。小朋友啊，相信你哋已經知道猴子弟弟同埋九大哥嘅秘密係啲咩啦。佢哋熱心幫助鄰居嘅精神非常值得學習。從今日起，我哋從對屋企人、鄰居開始，做個懂得關心別人嘅好孩子啦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！最近小青蛙遇到一啲問題，無論啲咩事，佢都做得唔係咁順利，所以心情呢就唔係幾好啦。青蛙媽媽於是教咗佢一個方法，唔知道能唔能夠幫到小青蛙呢？
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小青蛙愛靜坐，作者嚴吳嬋霞，繪者 Kiki Wong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佈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小青蛙生長喺池塘邊，係一隻有趣嘅小動物。佢出水能跳，入水能游，仲有天生一副好歌喉添，呱呱呱，呱呱呱，係咁唱唔停。小青蛙好鍾意喐，一刻都停唔到落嚟。佢最鍾意嘅呢，就係跳高捉小蟲子食啦。呢個時候，一隻小蟲子從佢個頭上飛過，佢立即伸出長長嘅後腿，輕輕一挺，將身體撲上半空，伸出長長嘅舌頭，要將小蟲子捲入嘴巴入邊。但係小蟲子身手敏捷，飛走咗啊！小青蛙撲咗個空，好唔開心。可惡嘅小蟲子，我一定要捉住佢哋，全部吞晒落肚。哼！池塘周邊嘅蟲子好多，小青蛙唔知道要捉住邊一隻。佢東撲撲，西撲撲，毫無目的咁亂跳。結果呢，一隻蟲子都冇捉到，而且個肚呢就越嚟越餓。可惡，可惡啊！小青蛙嬲到極，佢嬲到就嚟要爆炸啦！小青蛙撲通一聲跳入池塘入邊，佢想捉小魚食。佢喺水入邊撥嚟撥去，一陣游向東，一陣游向西。魚兒見到佢，全部都匿埋起嚟。結果呢，一條小魚都捉唔到啊！小青蛙嬲到極，肚子亦都越嚟越餓。佢終於忍唔住大聲喊起嚟，傷心咁話：我蠢啊！我蠢啊！我點解咁蠢啊？小青蛙返到屋企揾媽媽，佢喊住問：媽媽，我捉唔到小蟲子，又捉唔到小魚兒，我係唔係一隻蠢青蛙？媽媽安慰佢話：我嘅好孩子，你一啲都唔蠢，你先安靜坐低落嚟，好唔好？小青蛙好心急咁話：但係我唔識得點樣安靜落嚟啊！媽媽就話咯：嗱，慢慢嚟，唔使急，望住我做，我同你一齊做。跟住媽媽就將小青蛙帶到去一塊大蓮葉上，只見媽媽眯埋雙眼，靜靜咁喐都唔喐坐喺蓮葉上。小青蛙立即安靜落嚟，盤起雙腿，眯埋雙眼，喐都唔喐咁喺媽媽身旁坐咗落嚟。池塘好安靜，小青蛙用耳朵細心聆聽，佢聽到小蟲子喺佢頭上面飛過嘅嗡嗡聲，佢聽到小魚兒喺蓮葉下游過嘅碎碎聲，佢聽到其他青蛙嘅呱呱叫聲，佢又聽到風吹過樹葉嘅聲音，雲飄過天空嘅聲音，真係好聽嘅聲音啦！點解我以前冇聽過嘅？小青蛙心入邊諗。青蛙媽媽對小青蛙話：而家我哋一齊呼吸，要用心去感受呼吸。嚟，開始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小青蛙挺直背，靜靜咁坐好，跟住媽媽一齊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
呼氣。佢聽住自己一上一下嘅呼吸聲，佢將手貼近鼻孔，感受到從鼻孔呼出嚟嘅細微暖氣。媽媽細聲咁話：小青蛙，摸下你個肚仔。小青蛙用手輕輕撳住肚皮，真係奇怪啦，原來肚皮會跟住呼吸一上一下咁喐。小青蛙覺得好得意，於是一直玩落去。小青蛙高興咁同媽媽講：我好鍾意咁樣安靜坐好，一上一下咁呼吸啊！過咗好一陣，小青蛙嘅身體變得軟軟嘅、鬆鬆嘅、輕輕嘅，好似一團棉花糖。佢心入邊好舒服，好似浮咗喺平靜嘅水面上，非常舒暢。佢好鍾意呢一種安寧嘅感覺。慢慢咁，佢專心咁一上一下咁呼吸。媽媽高興咁同小青蛙講：你要日日練習，慢慢就會變得聰明起嚟㗎喇。聽到你以前聽唔到嘅聲音，睇見你以前睇唔到嘅東西，做到你以前做唔到嘅事情。這個小青蛙有啲唔相信媽媽嘅話，真係㗎，因為你學識安靜之後，你就會變得更聰明。媽媽微笑住回答：每日一大清早，小青蛙就嚟到池塘邊，佢喺一塊大石上練習靜坐。佢眯埋雙眼，專心咁呼吸。一隻小烏龜從水入邊伸出頭來，叫咗叫小青蛙。小青蛙冇睜開眼睛，佢依然喐都唔喐咁坐好。佢同自己講：我唔會因為小烏龜叫我而唔專心噶。一隻小蟲子喺佢面前飛過，小青蛙冇睜開眼睛，佢依然喐都唔喐咁坐好。佢話俾自己聽：我唔會因為一隻小飛蟲而唔專心噶。小青蛙學識咗安靜啦，安靜使佢能夠專心學習。佢每日專心練習跳高同埋游水，成為咗青蛙族群中嘅高手。大家都請佢做小老師啊！小青蛙好快樂，高興嘅時候就呱呱咁唱歌，呱呱呱，呱呱呱。小朋友啊，青蛙媽媽教小青蛙嘅方法，原來係要多靜坐、多冥想，等自己學識安靜、平心靜氣。小青蛙從此做到好多以前做唔到嘅事情，而且仲能夠專心學習，學識咗各種技能。大家不妨試下呢個方法，令自己靜下心，相信我哋會慢慢變得更聰明，成為一個更強、更厲害嘅自己啦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！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我要介紹一位新朋友仔俾你哋認識，佢即將展開一個奉茶旅程。咁究竟乜嘢係奉茶呢？一齊嚟聽下呢位新朋友仔嘅故事啦！小茶壺送茶去，作者黃美慧，繪者大 Q。我要聽日又上堂，我好中意呢個堂啊！小朋友究竟講緊咩堂？就係表達能力 up 繪本課程啦！1個鐘頭嘅 Zoom 課堂，從繪本導讀開始。好，3、2、1，媽咪以多元化嘅問題同小朋友展開自然對話。呢度有一間買甜品嘅鋪。故事之後，小朋友會透過趣味練習，學習組織語言，累積句子嘅長度。佢唔應該抌垃圾落地下，咁佢應該點做啊？應該抌去垃圾桶。係，冇錯啦。有條理咁表達情緒、原因、想法等等。
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好唔開心，因為俾啲敵人捉咗。兔媽媽喺邊度做緊啲咩啊？兔媽媽喺廚房度煮緊嘢食，咁啊，兔爸爸呢？爸爸就喺凳嗰度睇緊報紙。犀利喎，爸爸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充足機會開口答問題同埋練習，卓喬試下。日光日光日光。不知不覺間提升5大能力。拜拜啦，小波老師，拜拜。拜拜啦。快啲加入我哋嘅課堂互動學習，提升自我表達嘅信心啦！天一光，小茶壺就跟住爸爸到山上奉茶去。爸爸向路過嘅小豬話：辛苦啦，請停低腳步飲啖茶啦。喺旁邊見到呢一切嘅小茶壺，心裏邊諗：以後我都要同爸爸一樣奉茶俾路人飲。有時候活潑好動嘅小茶壺會學爸爸喺山路上奉茶。辛苦啦，口渴嘅話，呢度有好飲嘅茶，請停低腳步飲啖茶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松鼠小姐，請飲啖茶。唔使啦，我啱啱喺山腰下邊飲咗啦，多謝。小茶壺嚟到樹下，見到猴子大哥。猴子大哥，你喺樹上蕩嚟蕩去，一定好口渴噶啦，請飲啖茶。我而家唔想飲啊。咁我喺呢度休息，等陣你想飲嘅話，再落嚟飲啊。喺樹下邊乘涼真係好舒服啊！小茶壺喺樹下休息，風微微咁吹，佢覺得好舒服，好自在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頑皮嘅猴子大哥喺樹上冒咗出嚟，佢捉住一條樹根，啾一聲，將小茶壺踢咗落去喎。究竟頑皮嘅猴子大哥將小茶壺踢咗去邊度呢？原來小茶壺跌咗喺溪邊嘅石頭上。哇！痛死我啦！佢痛到喊咗出嚟。不過勇敢嘅小茶壺好快就停止哭泣，佢用溪水將自己整乾淨，順便將水裝滿，唔放棄咁話：我要重新出發，奉茶俾口渴嘅路人。媽媽，我好口渴啊，行唔喐啊，我要飲水啊！小鹿唔好嘈，小鹿乖，呢度有清涼嘅茶水，快啲嚟飲啊！小茶壺端上清涼嘅茶水俾小鹿飲，小鹿好快就唔喊啦。哇，好好飲嘅水啊！小茶壺，多謝你啊，好彩有你咋。跟住落嚟，無論去到邊度，小茶壺都為有需要嘅人端上茶水。哇，好好飲嘅茶啊！哇，清涼解渴，多謝你啊，有你真好。能夠幫大家解渴，真係好高興啊！你真係好體貼，好乖啊！有咗你，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小茶壺得到豬太太同虎太太嘅讚美，非常開心。你哋中意，我都好歡喜。豬太太提醒小茶壺，天就嚟黑噶啦，小茶壺，快啲趁住天仲光嘅時候落山啦！太陽落山啦，天色變暗咗，小茶壺準備返屋企啦。行下行下，聽到有人喺路邊發出痛苦嘅叫聲。哎呀，好口渴啊，我好想飲水啊！猴子大哥，你點解會坐咗喺度嘅？快啲俾水我飲啊！我好口渴啊！猴子大哥啊，你慢慢飲，小心唔好逐親啊！我踢咗你，就重心唔穩，跌咗落嚟，仲整親隻腳，痛死我啦！真係唔好意思啊，累到猴子大哥你受傷。仲有嗰個係我唔應該整蠱你噶。唔係噶，我仲要多謝你添，係你踢咗我一下，我先至可以順便裝水，幫更多人解渴。爸爸同小茶壺一人一邊，
扶起猴子大哥行返屋企。小茶壺，我哋一齊扶猴子返屋企啦。小茶壺，多謝你啊，好在有你哋幫手咋。以後我哋都要每日上山奉茶。各位小朋友啊，聽完小茶壺嘅旅程之後，係咪都知道乜嘢係奉茶呢？奉茶就係為有需要嘅人奉上茶水。喺日常生活當中，雖然我哋冇咩機會奉茶，但係我哋可以幫助有需要嘅人。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身邊，睇睇可以點樣發揮助人嘅力量。今日嘅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聽過家訪啊？喺其他地方嘅學校，學期完結之前，老師都會嚟到屋企同爸爸媽媽見面。今日壯壯嘅老師呢，就嚟到佢屋企家訪啦，令到壯壯好緊張啊！究竟老師會點樣評價壯壯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老師的家庭訪問，作者張晉霖，改編李美華，繪者趙維明、農彩英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撳畫面右下角嘅訂閱或者 subscribe 去訂閱我哋 Story Corner 嘅頻道。記住要撳埋隔籬嘅小鈴鐺喎，當有新故事發布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小狐狸壯壯佢好鍾意返學㗎，喺綠色森林小學，佢聽到睇到好多新奇嘅事物，又識到好多有趣嘅朋友，大家一齊上堂，捉伊人、爬樹，日子過得既充實又開心。但係呢，今日壯壯面上面少咗好多笑容啊！原來今朝上堂嘅時候，大雄老師宣布呢個星期要進行家訪啊！放咗學之後，壯壯匆匆忙忙咁嚟到菜園，將呢件事話俾媽媽聽。媽媽，老師話呢個星期要嚟我哋屋企訪問啊！哎呀，太好啦！我哋應該好好咁樣招待老師，多謝佢教識你咁多嘢。壯壯嘅媽媽一路淋水，一路咁話：但係壯壯佢好似有嘢要講，但又卡咗喺喉嚨度。點樣啊？係咪學校發生咗啲咩事呢？壯壯嘅媽媽踎低望住壯壯，好關心咁問：冇啦，其實係因為我哋屋企咁舊，又冇嘢可以招待老師。壯壯愁眉苦臉咁話。壯壯嘅媽媽一啲都唔擔心喎，傻瓜嚟嘅，你唔記得咗我哋自己種咗好多青菜同埋番薯咩？到時候呢，壯壯你只要將屋企打掃乾淨，烤一啲番薯俾老師食，咁咪得咯。但係呢，壯壯仲有一樣煩惱，就係驚老師會嫌佢屋企太窮。過咗幾日，終於輪到壯壯屋企要進行家訪啦。大雄老師嚟到壯壯屋企嘅時候，壯壯正喺個園子入邊跪喺地下度挖開泥土，攞出啱啱烤好嘅番薯。好香啊！大雄老師忍唔住大聲稱讚。聽到老師嘅讚美，壯壯又怕醜又開心，即刻企起身，請老師去到屋入邊坐低。大
大雄老師坐低之後話：你哋嘅屋企打掃得好乾淨喎。再次聽到老師嘅讚美，壯壯更加高興啦。老師，呢個番薯係媽媽同我種㗎，請你食啊！佢有啲唔好意思咁，將番薯遞俾老師。呢個時候，壯壯嘅媽媽拎住一籃青菜入嚟。哎呀，老師你嚟咗啊！歡迎歡迎！呢啲呢係我哋自己種嘅青菜嚟㗎，冇農藥，仲好新鮮添。你帶返去慢慢食啊！多謝你對壯壯嘅教導同埋照顧啊！哇，真係好新鮮嘅青菜啊！你哋實在太客氣啦！大雄老師跟住又話：壯壯喺學校表現好好啊，上堂認真，做事勤快，根本唔使我操心噶。聽到老師嘅話，壯壯終於完全放心晒啦。老師，你食番薯啊？我烤噶，又香又甜噶喎。佢好自豪咁話：真係喎。大雄老師咬咗一啖，大聲稱讚咁話：你烤嘅番薯功夫唔錯啊吓！小朋友啊，家訪順利完成，壯壯得到老師嘅讚美，佢開心，媽媽更開心。佢哋熱心咁招待老師，亦都令到老師感到親切同埋高興。壯壯喺學校努力學習，認真嘅表現，老師一一看在眼內。我哋喺學校都一樣喎，除咗認真上堂，對老師有禮貌，亦都要同同學和睦相處，返學就會變成最開心嘅事㗎喇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大家好，小熊卡卡有一個好犀利嘅爸爸，又勇敢啦，又愛錫卡卡，所以卡卡咩都唔怕。但係呢一日，佢同爸爸一齊出去玩嘅時候，爸爸竟然變成咗一隻小兔子啊！究竟卡卡會點樣做呢？一齊嚟聽下以下嘅故事啦。爸爸別怕，作者白冰，繪者半蛇。中華文化小教室隆重登場啦！我哋推出一系列中國非遺手作課程，專為5至9歲小朋友設計。課程包括製作傳統花牌、迷你長洲包山、迷你醒獅獅頭、粵劇頭冠、傳統竹編線，當然唔少得製作應節嘅中秋花燈啦。課程會為小朋友講解非遺文化知識或者節日小故事，再手把手教授點樣製作以上作品，一齊投入繽紛嘅中華文化世界啦！熊爸爸帶住小熊卡卡去搵嘢食。熊爸爸話：喺呢個時候呢，漿果熟咗啦，馬又多啦，鳥蛋又多啦，魚又好足喎，蜂蜜又好搵喎，但係就千祈唔好食兔子草啦，食咗兔子草就會變兔子㗎啦。熊爸爸同埋小熊卡卡啱啱行入叢林，大雨就嚟啦。天上響起轟隆轟隆嘅雷聲，卡卡攬住爸爸嘅腿話：爸爸，我驚啊！仔仔，唔好怕，有爸爸喺度。熊爸爸將卡卡抱喺懷裏，彎低腰，但係自己就淋住雨。雨停啦，卡卡去挖鳥蛋，一條大蛇突然之間穿咗過嚟。卡卡跳到去爸爸身後，大聲咁話：爸爸，我驚！仔仔唔使驚，有爸爸喺度。熊爸爸即刻衝咗過嚟，一掌將蛇打到天上去。熊爸爸帶住卡卡嚟到湖邊，見到幾條大魚游嚟游去，
啱啱要去捉一條鱷魚，擘大個口穿咗起嚟。卡卡匿埋喺爸爸嘅身後，大聲咁話：爸爸，好驚啊！熊爸爸即刻話：唔驚唔驚，仔仔有我喺度。熊爸爸用佢粗壯嘅身體撞向鱷魚，咣一聲，鱷魚倒喺水入邊。鱷魚唔敢露出頭嚟啦。熊爸爸為卡卡捉咗好多魚食，卡卡就話啦：爸爸，你實在太厲害啦！我咩時候先至可以好似你一樣呢？熊爸爸話：你總有一日會變成真正嘅熊噶。卡卡掹起身邊幾棵長住白花嘅青草，啱啱要食，熊爸爸就話：咪住，好似係兔子草啊！小熊卡卡就話啦：唔會啦，咁香，我要食啦！唔好食醋啊，等我試試先。熊爸爸啱啱先將草吞咗落去，咻一聲，佢竟然變咗一隻小兔子啊！卡卡大喊咁話：爸爸，爸爸都怪我，爸爸好驚啊！你快啲變返嚟啦！但係爸爸點樣樣都變唔返嚟，佢而家就係一隻紅眼睛嘅小兔子，一路喺嗰度流眼淚。卡卡喺度諗：爸爸喺未變成小兔子嘅時候，係一個好犀利嘅好爸爸。而家爸爸變細咗，我都要做一個好犀利嘅好爸爸。我要保護爸爸，抱住爸爸返屋企。卡卡抹咗抹眼淚，挺起胸膛，抱起爸爸，踏上回家嘅路上。又落大雨啦，轟隆轟隆，雷聲好大好大，變成咗小兔子嘅熊爸爸哆嗦咗一下。卡卡輕輕咁樣撫摸住爸爸，話：爸爸唔使驚噶，有我喺度啊！天轉晴啦，一隻老虎出嚟搵嘢食，見到卡卡同埋佢懷入邊嘅小兔子，於是擘大個嘴衝咗過嚟。熊爸爸話：仔仔，我好驚啊！卡卡後退咗一步，又向前行幾步，對住爸爸話：爸爸唔使驚噶，有我喺度啊嘛！卡卡一手抱住爸爸，一手咁樣拍住心口，擘大個嘴對住老虎，嗷嗷嗷咁樣叫咗起嚟。我從來都冇見過咁惡嘅小熊噶。老虎嚇咗一跳，扭頭就走咗啦。爸爸餓啦，卡卡帶住爸爸去搵嘢食。行下行下，撲通一聲，佢哋滑咗落河入邊。河流好急，浪頭好大，卡卡好驚啊！熊爸爸哆嗦住咁話：仔仔，好驚啊！卡卡對爸爸話：爸爸唔使驚噶，有我喺度啊嘛！卡卡游住仰泳，一隻手舉起爸爸，另一隻手喺度挖下挖下，捉到垂喺水入邊嘅樹枝，先至爬到上岸。卡卡見到岸邊樹上有個蜂巢，想將蜂蜜攞落嚟。佢將爸爸放喺地上，掰下咗一塊蜂巢。突然之間，一群蜜蜂嗡嗡嗡嗡咁樣圍住咗佢哋。熊爸爸話：仔仔，我驚啊！卡卡將爸爸抱喺懷入邊，用全身保護住爸爸，話：爸爸唔使驚噶，有我喺度。卡卡就俾蜜蜂叮咗好多好多個包包，痛到真係想喊出嚟啊！不過卡卡冇喊到，佢喺度諗：我係一隻真正嘅熊嚟噶嘛，唔可以俾爸爸驚噶。
卡卡抱住爸爸，一下子跳咗落河入邊，蜜蜂都飛走晒啦。卡卡將蜂蜜餵俾爸爸食，咻一聲，又矮又細嘅小兔子變返又高又大嘅熊爸爸。卡卡大聲咁叫：爸爸，爸爸，你返嚟啦！爸爸，你變成小兔子嘅時候，我一啲都冇驚啊！熊爸爸流住淚咁話：我知啦，仔，你大個咗啦。卡卡問爸爸：爸爸，係咪因為你變細個，所以我變大啊？爸爸就話啦：可能啦，不過點都好，仔啊，你真正大個啦，你變成一隻真正嘅熊啦。小朋友啊，卡卡為咗保護變成小兔子嘅爸爸，勇敢闖難關，面對各種危險，一心要安全咁將爸爸帶返屋企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變成咗同爸爸一樣強大嘅熊。爸爸亦都因為卡卡長大咗而非常感動。雖然大家都只係小朋友，但係喺日常生活當中，亦都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愛錫爸爸媽媽。例如，當見到佢哋唔開心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攬攬佢哋；見到佢哋攰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幫忙做家務，自己做好功課，收拾玩具，乖乖食飯。到到長大咗之後呢，就輪到我哋照顧爸爸媽媽㗎喇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歡迎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